先來主，阮感謝你的恩典。你佇阮即禮拜中間保守看顧阮，無論阮拄着什麼款的情景，主，阮確信你攏甲阮三甲佇底。無論是佇順境的時，你互阮學習感謝你；佇逆境的時，阮也清楚你互阮的恩典夠也願用。所以，阮用歡喜的心，閣一遍來到聖殿感謝你。阮也清楚，阮是有血氣的罪人，若毋是靠着主耶穌基督的恩典，阮無法度坦然無驚嚇來到你的施恩寶座前。所以，懇求主。你互阮會當謙卑阮的心，真正來領受你的祝福。阮今仔日也要透過聖禮典來甲你同齊道，佇享受這個甲你親密的交通的過程中間，求主閣一遍激勵阮，互阮的心智會當奮起。阮會當充滿對你遐來的快樂，佇阮的生命中間來為你做見證。阮特別將今早起服侍正當中，攏用交代佇手的主的聖手，無論獻詩、詩琴、詩會、傳講信息，也是幫助阮甲你同齊道的小會員，求主親自保守看顧因手所做的工，阮也特別將阮的教會交代佇主大能的聖手，求主親自引帶看顧，保守一切。阮今仔日也要召開中執會甲小會，參詳記憶教會逐項重要的事工，求主親自做阮的主。甲阮三甲開會，幫助阮做合你心意的決定。主啊，阮也將教會所設立的機構，仰望佇主的聖手，求主親自帶領看顧，互這機構發揮功能，榮光你的聖名。也興起佇台灣的正教會，有正教會。所有的兄弟姊妹會當奮起，為你做見證，引帶更較儕人來求問你，互台灣因為你的福音來轉變，求主也保守看顧，阮即馬執政的政府團隊，互因會當照你的心意來執政，互所有的百姓會當安居樂業。阮相信也看見着世界依然充滿紛爭，求主施行拯救，將真實的仁愛、平安、和平賞賜予阮。阮安尼祈禱，奉靠主耶穌聖主的名，阿門。
萬國啊，着稱讚上主；萬民啊，着學樂伊，因為伊對咱伊大慈愛，施大慈愛。上主的信息永遠存續。咱只是做伙來吟詩，聖詩新聖詩第27首，我主上帝，咱起立來吟。徛咧，用使徒聖經來告別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創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穌基督，上帝的親子，咱的主，伊為聖神投胎，為在聖母瑪利亞出世，伊溫柔為了道人來受苦，變成一個死埋葬的人物。第三日為上用火化，就義，大罪全能的上帝。
請坐。這是咱做伙來祈禱。萬權能的阿爸爸上帝，感謝你，閣一擺，互阮通為佇你的腳下敬拜訛樂你。感謝你提升阮的身份，互阮會當甲你同坐倒，互阮閣有一擺親像你的血為着阮流，你的身軀為着阮拍破，為着阮的罪。無罪聖囝擔當一切過失，閣互阮閣一擺用心體驗主你佇阮的內面，幫助阮看起你的真光，也互阮聽起你用細細的聲講明真理甲道路。感謝你賞賜台灣這個座山閣細細的國家，阮確信，這就是阮老冷甲密的迦南美地，阮願意拍拼做好閣盡忠的管家，疼惜這塊土地，對這個土地有情義，毋是貪心，只看到利益，放棄對環境的保護。疼痛的主，懇求你憐憫阮，赦免阮。真濟時陣，阮變做迄個過好的法利賽人，審判別人。卻無認真看家己，佇家己的身軀頂，毋是干那一支刺，乃是一塊大柴箍。有可能閣有真濟的刺，不但刺家己，嘛刺四邊的人。保羅先生捌講，酷愛伊會做人，身軀頂的一支刺，主可憐阮，幫助阮，我嘛懇求你。甲這個刺變成做祝福，互阮的心有平靜甲安穩，知影直接會向找主，無驚，有忍耐，有老練，有願望。願在阮的祈禱無夠額，主你閣有安尼教阮祈禱，阮佇天的地。親像的天命，我的心也有我，下一個國，親像我下一個國人，和你傳的氣，有愛的愛，與國人聯根攜手，帶來國際。是咱做伙來啟用文佇聖詩的上路尾第21篇詩篇100篇，聖詩的後壁面32頁，我來啟，咱做伙來用。全地就耶和華出歡喜的聲。唱歌來到伊的面前，咱是伊創造的，咱是伊的百姓，就用感謝入伊的門，就感謝伊學樂伊的名，伊的主愛到永遠。咱接續是聖歌隊要帶咱學樂的敬拜，因要吟的歌是賜福救主，賜福救主。
咱做伙來恭讀上帝的話，記載佇哥林多後書12章對第7節到第10節。哥林多後書第12章對第7節到12節到第10節。為着要互我，無因為有看去真濟的啟示，直到自個得意，佇我的身軀有一支刺，親像撒旦的使者，得甲我苦楚，互我袂想自個得意。為着這項代志，我捌3擺懇求主，互這支刺離開。伊問我講：我的恩典有夠通滿足你的需要，因為你的軟弱的時，我的氣力就會當完全發揮。因為安尼，我特別愛誇口我的軟弱，通互基督的氣力點佇我的身上。為着基督的緣故，我甲軟弱、侮辱、困苦、艱難、甲迫害看做好，因為我啥物時軟弱，迄時就堅強。咱即時要請咱的主任牧師來甲咱講今仔日的信息，一支刺，懇求主祝福傳講的人甲聽的人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今日所讀的經文是一段真特別的經文，這是保羅對內心的一段告別。咱要通過這段經文，用2禮拜的時間來學習這段經文中間2個真重要的，對咱來講的功課。要領受上帝的話，進入咱當心來祈禱。親愛的主，阮懇求你只是安靜阮的心，開阮心靈的目睭，互阮會當明白你的話語。也佇學習你的話語的過程中間，求主親自操練阮，互阮會當真實將你的話實踐佇阮的生命中間，通榮耀你的聖名。奉耶穌基督的名，阿門。毋知大家敢有互刺插過的經驗？我相信大家攏有啦吼。有時小小一支刺，我都互規個人無爽快。特別有一種足幼的刺吼，去插着手，還是插着骹，咬攏咬袂出來，真艱苦。咱生命中間有真濟困境，就親像這支刺共款，開始要來拄去真困難。伊閣踮佇咱的身軀內底，互咱感覺真困擾。特別是咱所拄着的生老病死、困苦憂愁，確實是咱生命中間的一部分。自細漢到大漢，差不多每一人攏有這款的經驗。檢查咱所認為上界敬虔的使徒保羅，相款嘛有同款類似的經驗。保羅先生講，伊身軀有一支刺，伊身軀這支刺到底是什麼刺？伊無講了真清楚。佇聖經內底，確實真困難去找到到底什麼原因，互伊感覺真艱苦，困擾伊的生命。所以保羅肉體的這支刺，會當講是聖經的一個奧秘。伊互人真感覺真有興趣，真好奇。所以對古早到今仔日有真濟聖經的學者，一直在研究講，到底這支刺是什麼刺？我看到的資料吼，有一本注解冊內底講，差不多有200幾種講法啦。但是神學家把起來，伊將
即200幾種做一個分類，可能有幾種情形。第一種，這個氣是來自靈性的試探，這是加爾文的講法。因為咱知保羅佇傳福音的過程中間，拄着真濟試煉艱苦。當時的傳福音毋是親像咱今仔日遐爾方便，愛經過真濟的拖磨，真濟艱苦。特別當伊拄着困境的時陣，心情真失志的時陣，就會帶來靈性的試探。可能有時心內有一個聲音講：我安尼做到底敢有效果？我安尼做，敢真正榮耀上帝？所以佇心靈中間就有一寡猶豫，這是心靈的試探，是身軀的一支刺。第二種講法是來自外在的反對甲迫害。加爾文是認為伊是內在家己咧掙扎，但是路德認為講，因為保羅佇傳福音的過程中間，真濟遮的人迫害伊，猶太人迫害伊，外邦人嘛迫害伊。特別是甚至連教會內底已經信主的猶太主義者，就是講要求保羅在傳福音的過程中間，除了講耶穌基督是物件的福音以外，對外邦人嘛愛要求因守猶太人的律法，所以世界去攻擊伊，反對伊，迫害伊。所以保羅心中有真濟艱苦，面對着這破壞伊工作的人，伊必須要寫批，必須要親自去跟教會解說。所以這是身軀頂的一支刺，這是路德的看法。第三種是天主教的看法，因為保羅咱知影，照伊所講的，伊咧傳福音的過程中間是獨身，一個獨身的查甫人，真困難面對的就是性的誘惑，所以伊心中真想要莫有這款的誘惑，但總是這是天性，所以伊必須要克服。伊常常講愛克服家己的身軀，拍家己的身軀到忝忝，互家己會當順服。所以這是有關肉體的引誘，這是天主教的講法。第四種，這是保羅來講的。保羅講伊家己，寫這可能面相無好啦，講話談吐無真客氣，所以阻礙了伊的工作。伊想講，若上帝互伊寫較緣投的，親像巴拿巴安尼，可能傳福音就較順利。所以這是人生中間的一個無法度改變的事實，可能是一個刺。嘛有人講是保羅這種病，就是陽性，而且這種病毋是時常發生，有時陣會發生。在無發作的期間會當照常工作，但是發作了是足痛苦的。第六種就是嘛有人講有嚴重的頭殼痛，這是早期的教父這個特土良甲耶羅米因的看法。伊講保羅可能有真嚴重的頭殼痛，甚至迄個伊為什麼會將福音傳到歐洲？是因為傳到這個亞洲的邊緣的時陣，伊原本的是要往北去加納太，繼續去看伊過去所設立的這個教會。
結果底下可能突然間真嚴重的頭殼痛，互伊不得不改變行程，將福音傳過對亞洲傳到歐洲，進入這個菲律賓，嘛有這古早的這教父因的看法是安尼。第7點，有可能是保羅家己講的，這是非常有可能，就是伊目睭的問題。咱知影佇大馬色的路上有光照，目睭暫時失明。後來佇安那尼亞的幫忙的下面，伊有得到解決，但是可能無完全復原。所以伊的目睭一直無真好勢。講到年老的時陣，就看無啥清楚。所以寫予加納太地區的這教會批示，伊講伊第一遍到加納太的時陣，目睭出了問題，加納太的人甚至願意將家己的目睭挖出來給伊，表示伊的目睭其實是有這個病。伊寫予加納太的批示的尾仔，伊嘛寫講：你看我親手所寫的字是遐尼大，因為保羅咧寫批可能攏有一個書記幫伊代筆，代筆了伊較家己簽名，但是伊特別甲加納太地區的教會有一寡感情，所以伊親自寫一寡字。因為目睭無好，所以愛寫真大字，所以安尼家己安尼講。這是有真大的可能性。最後一項，就是伊可能得到一種佇地中海東岸所流行的一種有周期性的瘧疾。當地人攏看這個病真恐怖。伊安怎形容這個病？就講發作的時陣那是就用迄個燒紅的鐵條插入去頭殼頂，遐尼艱苦。所以無論安怎，保羅無論是倒一個理由，咱攏知影，其實伊所經歷的這個試，會當指講伊生命中間所面對的試煉，無論是外在、內在、身軀還是精神上。無論是倒一種試的倒一種，伊攏看做是伊的軟弱。伊形容講這個試，那就撒旦的使者。咱知影撒旦的目的就是要互咱離開上帝。所以伊講這是撒旦的使者，用這個試來攻擊伊，互伊無信心，互伊離開上帝，互伊無法度繼續完成上帝交代伊的工作，所以這個試佇身軀頂，伊真艱苦。面對這款的情形，我想伊想盡所有的辦法，要這個試離開伊，無辦法。最後伊只有祈禱，只有祈禱。伊講為了這件代志，我3遍求過主，互這個試離開我。伊3遍祈禱主，互這個試離開我。伊第一遍艱苦的時陣，伊祈禱，上帝開始無聲無說。擱第2遍祈禱，上帝開始嘛無反應。擱第3遍祈禱，上帝予伊一個答案。講無，這個試袂離開你。親愛兄弟姐妹，你敢有甲保羅相款的經驗？咱用真敬虔的心祈求，迫切祈禱，但是上帝也是對咱講 ：“No， 無愛，無要照你祈禱的所求的。”面對這款的情況，你安怎？佇我服侍過程中間，我嘛是有拄到相款的經驗。我捌有一遍，一個囡仔出世無偌久，
就得到真重的病。因阿姨甲伊的媽媽抱這個囡仔來教會講，牧師你替伊祈禱，互伊會當活落來。我是一個軟弱的人，但是我確信祈禱有氣力。我替伊祈禱，迫切替伊祈禱，規日替伊祈禱，今朝替伊祈禱。我甲上帝講，我甚至甲上帝講，介先咧甲上帝講談判的迄個感覺，我甲上帝講，上帝你若互這囡仔活起來，你看因全家遐濟人，應該有6個兄弟姊妹。親戚朋友遐尼濟人，你互這囡仔活起來，因全家攏會信主啊！阮傳福音就加足簡單的啊，但是到落尾，這囡仔嘛是受上帝接去，心中有真濟失望，真濟艱苦，無法度明白上帝的心意是安怎。所以有時陣，我嘛會拄着這款的艱苦，但是咱來明白，上帝安怎回應咱的祈禱。首先，上帝要回應咱的祈禱，至少有4種方式。第一種是上帝的應允成就。上帝講好，你祈求的是我的心意，所以我照你所祈求的來成全。第二項，上帝要成全。上帝講：這對你無好，所以我袂予你。親像有一個囡仔，伊看到一個物件糖柑仔，看起來足好食，迄色彩真水，但是迄是毒品。你想，你做老爸老母的，敢會互伊食？袂嘛？講你哪愛我，哪無愛互你食。第三項，上帝愛咱耐心聽候。講這樣物件會屬於你，但總是即馬毋是上好的時間。咱嘛捌舉過咧一個國小的囡仔，伊若是看到別人咧騎奧多擺，哇，看到真新鮮。伊講：爸爸，我也要騎奧多擺。一個正常有理性的父親，伊講：你即馬還細漢，抑個無法度完全控制。等你成年，到會當考駕照的年紀去考到駕照，安尼爸爸就允准你騎奧多擺。時間還未到，停候一段時間。最後一項是上帝講：你這個雖你拄着這困難，但是你所提出的心意我感覺無好。我有另外一個更較好的主意，我會想事超過你所想象的穩定。所以上帝通常會用4種無同款的方式，會祈禱一種，來咱回應。所以咱在祈禱的過程中間，除了咱一直講咱的訴求以外，咱也愛有一段時間，用心去聽上帝的聲，去讀上帝的話，去理解上帝的心意，一直祈禱到咱順服的時間。咱來願意互上帝時間講話，回答咱的祈禱。咱來靜靜去聽。所以今日牧師要甲大家分享。關係祈禱3個真重要的原則。第一個原則，就是咱來明白，
祈禱是追求上帝旨意的方法甲過程。保羅伊祈禱3遍了，有人講3遍，其實毋是3遍，是真濟遍啦。因為猶太人迄個3是指真濟遍。伊祈禱真濟遍了，伊發覺上帝有聽伊的祈禱，但是上帝予伊的答案是講：我的恩典夠也你用，因為我的能力是佇人的軟弱頂面顯得完全。雖然甲伊所愛的答案無共款，但是保羅知上帝有聽伊祈禱，有回答伊的祈禱，伊就學習順服的功課。所以我拄則講過，真正的祈禱是追求上帝旨意的方法甲過程。所以祈禱是一個過程，咱靜靜聽上帝的話。真濟時陣，咱為着一個特別的願望，需要祈禱的時陣，咱假設無得到答案，咱必須明白，上帝的思考毋是甲咱的思考相反，伊的意念懸過咱的意念，伊是為着咱的利益。上帝予咱的總是超越過咱所愛的。伊按照伊的時間來供應。事實上，咱來到上帝面前祈禱，毋是要命令上帝照咱的意思去行，是要了解上帝你對這件代志的想法是啥物貨，幫助阮會通理解，通互阮學習順服的功課。所以第2項，祈禱是一種順服的過程。在聖經中間，咱看見着真濟甲上帝關係真好的人，因為祈禱嘛無得到應允。咱講大衛至少2遍，伊的祈禱上帝無來應允。第一遍就是伊甲拔示巴所生迄個囝，化重病，伊祈禱上帝，伊禁食，伊袂食袂困，佇遐祈禱上帝講，敢毋通互這囡仔活落來？但上帝意思毋是安尼，所以大衛佇祈禱的過程中間，我相信伊真掙扎、真痛苦，伊知伊會失了這個囝。伊佇祈禱中間，其實是咧學習講我安怎去順服。所以伊的大神知影囡仔死去的消息，毋敢甲大衛講囡仔還未死之前，伊就無食無啉啊！即擺若知影伊死吼，這啥毋就無命？但是當大衛知影這件代志了，伊叫大神替伊準備物件，繼續伊的啉食，然後去聖殿，去會幕敬拜主。大衛順服啊！伊知上帝的心意就是安尼。大衛第2個祈禱無受應允，就是講，這是一件好代志哦。咱毋通若准咱祈禱的是好代志，上帝一定應允。伊講伊要替上帝起聖殿，上帝講你手流過人的血，所以起聖殿毋是你的工作。你替你的囝所羅門準備好這起聖殿的材料，完成由所羅門完成。你有哪看袂到？大衛就順服，準備這物件，互伊的囝所羅門來完成上帝聖殿。摩西嘛相款，伊帶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佇曠野40冬，拄好要入去迄個迦南地的時陣，
上帝講好啊，你的工作到這，佮帶伊去山頂看甘地，看會到食袂到。你若摩西，你敢會艱苦？摩西順服，伊知影伊應該精進的精進到遐為止。伊當去甲上帝遐，甲上帝永遠佇地。所以毋通用咱理性所想的講啊，這好。其實我想摩西伊甲上帝做伙，這比伊入去迦南地，着閣繼續精進，好百倍。咱看見着耶穌，耶穌的經驗是咱上該要學習的，特別是咱少年教會，咱若大概看到這個彩色玻璃，咱就知影，耶穌佇這個克西馬尼園的祈禱，迄個祈禱，伊是跪佇塗骹。講趴佇塗骹，規身軀流汗，祈禱甲用要昏去。伊講爸啊，若是會使，求你毋通互我啉即個苦杯。伊無愛啉即個苦杯啊，這是耶穌的想法。但是毋通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旨意。第一遍祈禱了，佮繼續第二遍祈禱。講主啊，爸啊，若是即個苦杯袂當離開我，一定愛我啉落，願你的旨意佇正。佮祈禱第三遍，到落尾咱看見着耶穌去尋伊學生倒佇邊仔咧困。伊本身是安那？伊本身是我拄則講祈禱甲規身軀流汗。非常痛苦，最後趴敗佇塗骹。伊是遐爾孤單，因為伊學生攏佇遐咧困，無法度同理伊的痛苦。伊面對伊即個生命中間的關鍵，伊甲上帝佇遐，甲像咧拔河相款。主啊，莫安尼！主講你一定愛安尼。主啊，莫安尼！主講，你一定要啉這個苦杯。最後，伊的祈禱是願你的旨意成全。然後伊講一句：起來，咱行吧，看迄個出賣我的人來啊！意思就講，伊有勇氣去面對上帝為伊安排十字架的道路。親愛的主。親愛的兄弟姊妹，咱來理解，祈禱就是一種順服的過程。最後一項，祈禱會當互咱體驗意外的平安。祈禱甲上帝的供應是一個真複雜的問題。祈禱毋是要滿足咱每一個人的幻想。甚至拄起咱所有的苦痛，遐爾簡單。親像保羅面對伊的刺，到耶穌面對伊的苦杯相款。上帝毋是佇天頂坐咧，毋管伊家己的旨意，互你照你的意思去行，毋是安尼。伊可能無要摕走咱生命中間的試煉。甲磨難，但往往上帝會對咱講：你必須要帶這個刺繼續行，這對你有利益。而且我的恩典夠也利用，你會當佇這個過程中間去體驗上帝恩典哪深。保羅講：應當一無掛慮。只要凡事藉着祈禱、祈求甲感謝，將恁所愛的上帝講，上帝所賞賜人
出人意外的平安，的確佇基督耶穌內底保守恁的心懷意念。我拄則講迄個咧，我替迄個囡仔祈禱，到落尾迄個囡仔嘛是受主接去，但是主互阮這個教會所有的關心的人的兄弟姊妹一個功課，還繼續關心這個家庭。所以雖然這個囡仔受主接去，因為阮後續的關心，所以這個囡仔的家族嘛全部攏信主。你看去着，雖然因所期待，阮所祈求的上帝無照阮的期待應允，但總是迄個疼充滿佇因四周圍，充滿佇因的悲傷中間，充滿佇因上界需要的時刻，所以因知。這世間的疼超越過人的死亡，因接受主。所以上帝賞賜這個出源意外的平安。阮若準講，只要這個囡仔活起來，要傳福音真簡單。但總是這個囡仔受主調去，更加互我有機會去接觸這個心靈艱苦的人。親愛兄弟姊妹，咱前幾天有邀請鄭明堂老師來甲咱做位見證。伊有一寡見證，伊無講。伊講伊國中，其實伊國中畢業的時陣，伊想要做老師，但是迄陣有規定，師專呢一定愛身體健康，所以伊有小兒麻痹，袂當去考師專呢。伊嘛真怨嘆，伊講上帝，你較袂當將即支刺藥好，互我會當照我的願望去發展。但總是上帝互伊行另外一條路，互伊進入台灣新學院讀冊，互伊會當用台語的福音詩歌來做見證。安尼可能比伊做老師造成的影響更較大。我過去嘛捌接待過對德國來的一個運動選手，就是迄肢體殘障史密特牧師。伊嘛捌，伊生落來就無手，一支長一支短。伊講祈禱講，上帝當互伊手生出來。伊都足久，手攏無生出來。後來伊接納伊身軀中的即個天生的缺陷，運用上帝予伊的恩賜，成做真好的運動選手。伊咧分享的時陣講，我雖然無手，較像是種殘障，但是伊講因姐姐。唱歌走音，迄嘛是種殘障，永遠改袂過來。嘛祈禱真久，我人生中間有真濟人無同款的功課，但是佇這過程中間，攏會當體驗上帝恩典教也難用。無數身軀頂嘛有過來支持。心靈的肉體有真濟艱苦，但總是我感謝主，互我佇即款的情形下面，悠然會當甲大家分享上帝的話，解說上帝的話，甚至用我家己的軟弱做見證，來幫助甲我相款軟弱的人。所以，親愛兄弟姊妹。當你拄到你的困境，跟祈禱不是照你的意思去實行，但總是
咱詳細去體驗主的恩典到亞蘭營，互咱氣力真真正正佇咱的軟弱中間去見證主所賞賜的堅強。願上帝幫助咱，咱同心來祈禱。親愛的主，阮感謝你的恩典，阮佇你的聽內底不斷成長，阮佇祈禱的功課頂面會當更較成熟。求主幫助阮，奉耶穌基督的名，阿們。一概感謝主，上帝恩典真正是到亞蘭營。咱只是來吟聖詩，聖詩217首，聖詩217首，受別迄面救主耶穌，咱起立來吟。謝謝，佇主耶穌基督的名，歡迎凡那屬佇伊教會陪參者，就是已經接受過聖靈洗禮，或者是堅信的兄弟姊妹，三甲來甲主同坐道。請聽主耶穌對建立歸向伊的人所講恩典的話。主耶穌講：恁既若對我擔重擔，就照顧我要互恁安息。要喙焦耳目的人有福氣，因為因要得到飽。願主耶穌基督恩典，甲恁三甲佇咧。親愛的兄弟姊妹，請大家注意來聽主耶穌設立聖餐的話，就是照保羅先生所講的。因為我對主受也捌傳予恁的，就是主耶穌互人賣迄一暝有提餅，祝謝來對伊講，這個是我的身軀，為着恁拍破，恁著去安尼來紀念我。
吃了後也安尼旁杯講，這個杯是新約，佇我的會所設立的。既然你要死，就行安尼來紀念我。當主耶穌互人賣迄時暝，又摕餅祝謝，所以咱逐生照伊的模樣來感謝主，咱同心來祈禱。親愛的主，阮感謝你。現在阮照聖經耶穌基督的命令，擺設這個宴席，為了紀念伊永遠的祭祀。主，阮謙卑懇求你，找見聖神來聖別阮，也聖別者會擺咧佇你面前的餅甲葡萄汁，互阮接受者的對神有份佇你的身軀甲保護，對佇你恩典的幫讚，真做阮屬靈的培養。互我會當用阮的生命來榮耀你的聖名，奉耶穌基督的名，阿們。主耶穌講，這個是我的身軀，為着恁拍破，恁就行安尼來紀念我。咱用恭敬的心，伸出雙手來迎接這個餅，心中感謝主，伊拍破伊的身軀，為着救贖咱。
這個是主耶穌基督的身軀，為着咱拍破，咱就行安尼來紀念伊，三甲咱領受。這個杯是新約，佇主耶穌基督的血所設立的。既然你要是，就行安尼來紀念伊。心中感謝主，因為伊流出寶血，洗清去咱所有的罪。
這個杯是新約，佇主耶穌基督的血所設立的。既然啉的時，就行安尼來紀念伊，三角來領受。恁逐擺食即個餅、啉即個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過來。願主耶穌基督的平安，甲恁三角在地，咱同心來感謝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謝你，因為你極大的疼，阮領受聖餐，互阮知影，阮真正是聖子奧妙身軀的一體。親愛的主，阮謙卑懇求你，當阮閣一擺奉獻阮本身，互你的時，求你歡喜甲樂阮，也幫助阮繼續這個聖潔的交通，互阮會當持續用阮的性命來榮光你的名。奉耶穌基督的名，阿們。咱用奉獻接續咱的敬拜。咱做伙来祈禱。耶和華以勒的主，阮感謝你，阮知萬項攏是你賞賜，你供應阮一切的需要，閣教我阮管理你的倉庫。今仔日阮用為管理中的小部分的錢財摕出來做你的路用。懇求你，互阮看起你所做的新業，毋是定是阮家己得到好處，閣豐豐富富的去幫忙你的眾人。阮咱懇求攏是奉主基督耶穌的名求，阿門。
即是我來報告。阮主日是總會所定環境主日，呼籲兄弟共同來學習，做一個盡忠的好管家，善盡生態關懷，甲互生命的責任。過來就是恭喜本會的會友黃偉勝甲林玉安夫婦，佇5月2日得到一個查甫嬰，願上帝賜福，新生兒甲伊的全家。過來第7頁，牛埔鎮港寓所的消息，就是佇6月2日，咱有一個特別的講座，就是要題目是名畫背後的聖經故事，為世界的名畫看聖經故事甲信仰的深意。講員是林維雄講師。佇迄日，咱若有需要，迄日有提供簡單的用餐，若有需要的人，你愛去登記，你會當透過團結，也是講，你直接去九路辦公室登記。即個代誌到6月14號截止，所以咱愛記住吼。啊嘛，請較濟你的朋友會當來聽講，哇，這個名畫背後是啥物故事？過來是社青牧區的事工，即個因佇6月14號，就是1點開始，到3點半，佇10樓，就是禮拜煞，因有佇遐要甲社青分享即場甲上帝國的合場的關係。咱迄日有賴穩良長老、梁牧理執事甲高延斌執事，因要來分享因的即場安那分享上帝的愛。咱只是閣有一個影片，咱做伙來看。各位年輕的朋友，大家平安。我的職場生涯並不是我原來的計劃跟願望，它並不像是一個康壯的大道，前途似錦，可以展翅高飛。沒有，它比較像左窄門，比較像要進入冷門。但是呢，這個職場生涯需要很認真，但是它絕對不會孤單，尤其是它結果一定是有喜樂。你是否正在思考未來的方向呢？面對職業選擇、工作壓力與快速變化的 AI 時代，該如何找到自己的定位呢？我是一位兒童神經外科醫師，也因着職場服事，讓我在侍奉中學習成長，工作中有更多的喜樂。如果你正在尋找人生下一步，歡迎一起來聽聽我的分享，活出使命的人生故事。職場其實不只是一個工作的地方，更是上帝托付我們發揮恩賜、見證信仰的一個禾場。也就是說，從上帝而來的能力、專業以及熱情，其實不只應用在教會的服事上，還能進一步轉化成職場上對社會、對他人，甚至對自己的一個祝福。期待下周我們一起在信仰中思考職場，在職場上實踐信仰，讓自己成為職場上的光和鹽。咱只是來請牧師來歡迎來賓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來介紹第一遍，甲咱做伙禮拜兄弟。才有第一位是這個杜文田姊妹，哈，歡迎你來，歡迎你來，哈。
第二位是咱金色的羅榮斌牧師，唔知坐佇叨位？好，這條標下哈，歡迎哈。唔來到其他的兄弟，歡迎這貴賓吼，等下禮拜結束了的，咱去到咱的貴賓室，互咱做進一步的接待甲介紹。好，多謝。咱來念上營510首，俄勒天頂主宰510首，俄勒天頂主宰。願主耶穌基督的恩典，天父上帝疼痛，聖神的感動扶持相通，常常甲恁佇咧，直到永世代無盡。阿們。請坐，默禱謝恩，強受差遣。